地球咯，一般嘅文学家无相同嘅系，其企家本身非常重视思想，故说呢，其出喺呢个哲学、心理学各方面嘅一种文化人类学嘅安样型嘅一种兴趣培养之外，佢开始在写文学，也写评论。佢嘅评论分做两类：文学评论和文化评论。佢最早一本本大家知道非常知名嘅文化评论，作为台湾人的丑陋面。这本书呢，佢开始用一种精神面嘅一种分析嘅方式去写台湾人一个民族性地位，因为历史，因为环境，有哪条应该要来挑战嘅无好嘅地方，也老李老师本身嘅反抗哲学有关联。佢讲反抗并唔系反抗外在嘅所谓嘅政治嘅力量，反抗事实上係對反抗個人開始，反抗個人人性地位一種無好嘅地方，比方講貪婪，比方講一種懦弱等等。故說台灣人嘅醜陋面一本書，佢對台灣人嘅各種社會現象、各種人性嘅批判之外，反過來講，也最希望讓班人去建立一個好嘅理想嘅台灣人，按樣去一個希望佢去按樣去角度來寫了一本他做起嘅一本文化嘅評論。除了文化評論之外呢，佢也寫非常多呢種文學方面，還有講文化方面其他嘅評論書。我想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做哋一起來看看，比方講呢個台灣文化初期，還有講文化新典等等，都係非常有名嘅評論師。除了對台灣本地來寫評論之外，在90年代，李橋佢也寫了一系列有關台灣嘅安樣嘅評論，唔過係在日本嘅發言者一個雜誌來發表，一個非常神奇嘅一份就講發表到日本嘅雜誌，佢用中文寫，然後日本非常有名嘅一個教書若林正章把它翻譯成日文，然後發表在日本的發言者雜誌，係一種專欄嘅形式來寫，也係一個非常特殊嘅一個文學作家，在寫評論嘅時間，用把對台灣本身嘅一種文化現象、各種現象嘅一種批判，然後佢傳達到國際當行。李橋佢在晚年嘅時間寫了一本書，叫做《思想想法流年》，思想想法流言。呢本書呢，對佢來講，佢係因為係佢最尾一本書，佢要留佢非常多嘅思想，讓佢留下來。書名《思想想法流年》，本來佢要寫語言遺言可是覺得太驚悚了，所以他把它改成流言。係對台灣未來嘅時態，唔管係在文化方面，還有文學方面，各種嘅一種想法嘅一種記錄，會對後人留下一份指引。書名思想其實就是他的思想體系，所以也對花了非常多嘅篇幅去寫反抗嘅哲學，去寫對台灣文化嘅想法，還有佢自己建立嘅一套一種文學理論方面嘅一種體內想法是一個想的方法，也一個動詞。不是在一本書裡邊呢，佢也留下了非常多佢也的思想係用埋起來嘅，思考嘅方式係乜嘅，方法係乜嘅，在呢本書裡邊，一本評論裡邊也有留下了記錄流年，所以講佢過去有非常多嘅構想，是咯各種的繼續去發揮，繼續去寫嘅一個主題，比方講客家本身鄉野嘅傳說等等，還有講有啲歷史，比方講像那個2000年代農民出下歷史地位，還有那條冇人寫到嘅歷史嘅幽暗面，就攞呢條記錄下來，希望講後來嘅人就在佢嘅留言裡面找到創作的靈感，也係佢晚年非常重要嘅一本書《思想想法老流年》。